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提你，而家嘅時間係傍晚5點59分。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提你，以下係6點鐘新聞。亞洲電視，香港良心。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，我係李卓文，我係陳婉容。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。仁安醫院話，如果雙非孕婦衝急症室生仔，就會報警同埋收10幾萬嘅附加費。舊政府總部西座下個月決定歷史評級，但係90%意見認為值得保留。美國聽日大選，奧巴馬同羅姆尼去到多個決定勝負嘅搖擺州份拉票。詳細嘅新聞內容。政府出年全面取消雙非孕婦嚟香港產子嘅分娩配額，全港所有醫院都唔能夠接收嚟香港分娩嘅雙非孕婦。係啊，咁仁安醫院就宣布，為咗阻截雙非孕婦衝急症室生仔，保障產婦嘅權益，明年起推出3項嘅新措施，包括發現個案就會報警。文喬康講下。